咱同心来祈祷。祈祷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新的一日，你呼召阮正汉姊妹来到你的圣殿，同心来敬拜你。愿你开阔阮每一个人的心门，互阮有智慧传名，甲来明白你。自阮知，你是阮一生的倚靠，帮助阮开阔阮的心，来领受你的价值。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。天下万邦拢有伊的期，万项事拢有伊的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。伫战争困苦，逐项欠费年代，人无管如何的辛苦，只要有一口气，就是要想办法活落去。因为活落去，总是就会慢慢看到迄五望的光。但如今现代科技医疗生活进步，伫这富裕的时代，真侪人亲像风吹，山转去，毋知影飞去叨位。人生活着若艰苦，安尼忙碌说，我较真辛苦。你真大失去方向，失去活落去的意义甲毋望，真想要去死。反正伫这时代，死真做某一群人的毋望，因为死了就一了百了。这状况互咱感觉真惊呀！其实，当咱安静落，咱来想，死亡其实随时跟在咱的身边。尤其是现今交通混乱、人心险恶、意外事件真多，气候变迁，咱看丹麦，假是丹麦，30几度是北极圈30几度，足侪人冷死，足侪人热死。侪文明病病件会发生，无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，咱每一人拢面对真大的压力。未知生，焉知死？人拢毋知影要如何活落去，何况是要了解逝去的世界呢？尤其是咱华人的世界，受传统的影响，袂使讲死的，是毋是？咱的乡亲，咱以后就到处边。袂使讲死的，咱台湾嘛足侪病院足侪所在，你讲迄住伫4楼，找不到4楼的病找不到电梯也找不到4，找不到4。咱袂使讲死，咱惊鬼，惊讲死，这容易死，会有歹运会煞着，不吉利。社会上毋敢讲死，这是讲会通，但是也是连咱教会内嘛，亲像伫礼拜中。甚至任何聚会常讲死亡，死，咱今日个别是来对你听。其实死亡对咱基督徒是非常有意义，就因为咱拢无了解，直到死亡真正临到的时，咱大家拢毋知影要怎样，只有靠伤心流目屎，因为甲咱的至亲分开，那种撕裂不舍的心，难免会遭受非常大的打击，但上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咱对死亡袂了解。基督徒嘛同款，有真侪人无法度接受死亡突然间的临到。如果这中间是又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离开，那更是情何以堪？受死亡的打击，互人心长的时间行袂出来，甚至自暴自弃。离开教会，离开上帝，让人的心内无上帝性命，实际上伊才死的人是同款，他是活着的死人。死亡对未信主的人是惊吓、恐怖、未了解的代志，但是死亡会临到帮助咱基督徒，平常咱主所守护互咱活命每一天，享受咱拍拼得来好去。对基督徒来讲，主耶稣已经战胜死亡，已经将死亡诚做迄条咱看会到迄永远外的毋望，因为咱知影，
世上所有一切是暂时的，只有天顶才是永远活的所在。咱今仔日的经文12章第7节所讲的，尘埃归伫土，但是咱的灵魂归伫守护活命的上帝遐。这是咱基督徒上大的恩典甲盼望。人骄傲，毋是因为无美味；人嘴焦，毋是因为无水通啉，是因为内心毋听上帝话。今年开始，咱规教会推动每一天的读经灵修的运动。拄则会长嘛讲吼，咱7月份也是有照进度咧读的人，应该第一遍才深研究传道书。但应该对性命有较深无共款的感受。对传道书上印象的就是迄段拄则魏长老已经讲啊，魏长老拄则讲的，像我写的拢共款，我无作弊空虚的空虚，凡事拢是空虚。但是传道今仔日要透过传道书12章第1节到第8节，帮助咱更加了解上帝是无限的上帝。上帝是恩典的上帝，上帝是带你来敬畏，用一世人的时间来超世军队的上帝。无上帝，咱的人生一点仔意义都无。今日的经文，咱看台语拄则李建长咧读的时阵，可能足侪人无了解意思，但是咱也是读现代中文译本，咱就感觉足了解你讲啥物。第3节。12章第3节到第6节，你描写时间对咱人的影响是真恐怖的。咱拄则咱看魏长老去带歌的时阵，伊讲常常伊讲甲挂目镜，为什么挂目镜？目睭看无。传道书第3章第6节，就咧描写时间对咱对少年的时阵到年老时阵对咱的影响。咱身躯有真侪器官，就突然间出现变化。毋是今仔在座的传统嘛是共款，突然间有一天白头毛走出来，咱开始面皮开始聊聊，鼻孔开始听较无啊，咱的目睭看拢开始糊糊烦到即摆看你一支目镜，暗时看西瓜，我另外一支目镜，应该大家是安尼吼。咱的喙齿慢慢一粒一粒发表了，咱的讲话有气无力，我们的手臂发抖，常常举不起来。咱的脚要行路无力，都行袂稳。咱的驼背越来越大。搁一项代志就是，咱困还袂起床的时阵，就是要起床，因为在困袂去。甚至有人一暗爱起来便所几啊点，那无人笑。讲话较流嘛是较早以前的代志，咱拢知影这是一个老化的现象。无一个人来得及面对他身体起这么大的一个变化，传到如今嘛是拄好共款安尼的状况。咱知影咱教会有2队球队。参加中会马街杯篮球比赛，101，透过101，咱做篮球的比赛。传道有年是代表第1队，迄阵第1强的今年是有第2队领队，领队高清查瓜奖甲青少年同组一队，变成第2队。伊嘛透过传道来比赛时阵大显身手时阵来帮助第2队。但是比赛时咱会知，真正落成的时阵，突然间传道有真侪动作想要做袂出来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明明这球应该照以前的技术体力一定会入的，哪会无去？哪会来回走无几抓，骹就软去，上气不接下气。我心内心唔甘愿，身体哪会变安尼？我心内真着伤。我以前嘛算是战将，甚至我嘛是帅哥，时间哪会遮尔恐怖？这个来讲，这就是一个人的性命开始走下坡，走向死亡前的一个现象。
死亡的丧钟已渐渐在你我的生活的当中来响起。诗篇90篇第10节安尼讲：我的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臃肿康到80岁，总是其中所夸口的不过是劳苦忧愁，伊紧紧过，我就过去。人的一生你过真紧，换一个角度来看，这段描写咱人的一生的线尾站真无力的经文，是毋是啊？你提醒咱信仰的团体，咱属灵的光景，咱是毋是啊慢慢安尼退化，造成咱对信仰的真理一代清，二代明，三代无无明，四代你请我无灵，安尼四字的情形呢？咱信仰的团体，咱是信仰咱的团体时，嘛是属于咱个人。咱家己是毋是啊已经成做一个无小背领，渐渐行死亡深坑，一日日做礼拜基督徒，而我们没有察觉到。传道书12章第1节安尼讲：你着伫少年的日纪念创造你的主，就是患难的日也未到。也你所讲，我无通得伊快乐，遐个年也未尽的时。现在中文译本大家都可能比较听得懂。趁着你年轻的时候，要记住你的创造主。趁着衰老的年日未到，你还没有说活着毫无意义。你服侍咱社区英华书好厝边的乡亲，哇，真快乐！也感谢恁今日来参阮做礼拜。当有社区的人私下对我讲传道，我的身躯真无方便，我足侪病痛，我感觉我活着真侪少年人甲厝的人的包袱，我活啊真辛苦。听到这，我的心真啊足酸的，包袱。什么时阵咱老大人真做少年人的包袱？经文来讲，你着趁少年，所谓少年就是有活力、有性命的力的时阵，还有活命的时，就是咱还有一口气的时，咱会紧紧抓着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，咱会紧来明白伊、敬畏伊，互上帝成做咱一世人的倚靠。因为咱真正毋知，咱困倦了，咱明早起会发生什么代志。咱紧定受教者，咱知影伊久的时间身体无足爽快。日顶礼拜主日，伊共款把握时间来教会，甲咱同心做伙敬拜上帝。礼拜后，伊友好的孙子明，佮大阿嬷去啉咖啡，但是过工清早，伊面带笑容。刷了世间的路苦，蒙主恩典，对于天顶永远的祖家，感谢主。真正兄弟姊妹听到这消息的时候，消息的时阵足惊呀！顶礼拜咱毋是好好，包括生问候，包括生握手，哪会安尼一暗困落去，早起就蒙主恩典。今仔日经文讲。着趁你还有活命时，赶紧超济上帝。问题来啊，咱是要如何趁着咱活命时来超济上帝、明白上帝？这嘛是目前普遍台湾的教会共同遇到问题。伫到这10几年的时间，可能是20年、30年，咱台湾流行去韩国、去新加坡超济福音教会的方法。带足侪方法转来，但是事实上效果有限。咱做伙来看《约翰福音书》15章第5节，《约翰福音书》15章第5节。我就是葡萄树，你是枝，踮伫我，也我踮伫伊的，就结果子多多。《约翰福音书》15章5节，耶稣说：“我就是葡萄树。”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它里面。刚才来讲，我们就是要跟主连结在一起。
有上帝就有永生的活命，有因果的活命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是新的。信仰不能只是纸上谈兵，在外面看，信仰要投入。因为当我们在外面看的时候，我们的角度有限，咱无法度知影真正内面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。啊，你时间一久，咱就感觉啊，这基督教这信仰不过是安尼尔。最后，咱就对这信仰渐渐人心体会，这是真正可惜。有一句话叫做“哪服侍就会哪甘美”，这意思帮助咱接受委身于咱教会的学习甲服侍。虽然过去中间有欢喜的时阵，但是也拄着伤心流目屎的时阵。但是这是真正信仰，真正的信仰是安足欢喜的，哇，拢足欢喜。真正的信仰就是有流目屎，有欢喜交织在一起。当好的时阵，咱欢喜感恩；当歹的时阵，咱来忍耐祈祷。也是彼此相听关心，因为咱知影上帝就是听，有听的所在就有上帝。无管如何，咱就是坚持继续行入这条信仰的旅程，咱会亲自经历着信心、亲自的带领甲优势，互咱的性命活得愈亲像耶稣听的款式。教会要复兴，当咱每一个人活出基督的芳味，当咱每一个人真正互相相听来牺牲，因为一定足侪袂信主的人，你会感觉某人的性命咱遮无共，我想要知共款。当迄阵的时阵，咱教会着复兴。各位兄弟，当咱愈委身奉献，参与投入教会的服侍。咱读经祈祷，咱彼此相听，就会经历信心。咱会看到迄种超自然的代志来发生。因为当咱顺服信心的邀请，做伙同工的时阵，有新的意思是真正上的代志。咱的性命就彻底的改变，我们才彻底的反转。咱会结侪听的轨迹，丰盛性命的轨迹，结复兴教会的轨迹。人活着不单是为了食物、外在物质的享用，乃是需要上帝的话。我们需要更多投入来经历上帝，才可以找到活着的价值。牧师甲传道来到建成教会服侍，正是第2年开始。有阵弟兄姊妹讲，咱建成教会无共款，为什么无共款？上大的改变就是讲，咱教会气氛变无共款。气氛是什么？演唱会气氛吗？还是拍棒球、篮球加油声吗？不是。这气氛就是因为有上帝听伫咱建成教会的气氛。真侪兄弟姊妹愿意动起来，我看到侪兄弟姊妹主动动起来，主动投入咱教会每一个团结的服侍，做学习。结果咱一年来，因为咱愿意同心投入，咱就看到信心奇妙的作为伫咱的教会。传道讲2项就好啊，2项的见证。第1项就是华墙漏水修理的问题，第2个是咱礼拜了后的爱宴。咱的外墙漏水久，咱因为两边的有厝要修理是非常的困难。以前是困难，现在嘛是感觉是困难。但是翻到你看，就是因为困难，上帝才会透过外墙的修缮来操练咱正教会兄弟姊妹，咱有同心合意的心，愿意投入来无？因为这过程的中间，也是有人提出无共款的看法，较方向的时阵，就是咱正要看的结果。感谢主，咱有同心合意的心，咱结果嘛超过咱所想的圆满顺利。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有机会参与外墙修理的时阵的奉献，甚至最后上帝派天使来补助大笔的金钱伫咱的教会。透过安尼结果，上帝互咱知影，伊才是上帝。
另外，上帝互咱知影，伊毋是远远的上帝，伊是甲咱做伙的上帝。甚至上帝互咱原本乌暗暗的网也一大堆总体来讲，你把你地下室用捕蚊灯一次捕了几千只蚊子。我惊一个地下室咧捕几千只的蚊子。感谢主，地下室乌暗啊，咱即摆看地下室搁挖起，这是咱想袂到的。甚至咱看8月1号，咱新眼光电视台咱恩典悄悄话，就是伫咱地下室咧录影。兄弟姊妹，咱的地下室已经成做台湾正教会传福音的起步。这敢毋是新雅技术吗？第一项就是咱礼拜后的爱宴。当旧年年度时光研讨会的时阵，有中级受感动来讲出。看到了礼拜后，咱足侪咱的长辈、咱的时代，礼拜后就散去，感觉真正是可惜。阮望透过礼拜后的爱宴，互咱兄弟姊妹会使留落来，透过简单的来食饭，互咱互相关心的时间。但是咱知影，准备者是非常无简单、无搞工的代志。最好是正常，最无歹的时阵，用念啊流尤其都是每一个礼拜，加减一定有人会想讲，敢有法度做偌久？这个爱宴通做偌久？每一个礼拜拢有爱宴，安尼要做偌久？咱知真侪教会，本来一个月一次，原来搁一季一次，因为新搞工就麻烦。咱党这回，咱刚刚大家通过了，咱关怀部咱就开始来推动，咱敬会长老做召集人，隆重邀请咱20几位咱敬心的兄弟姊妹，咱来分组来负责。咱等下会食足好食的物件。摆啦有一个同工，就先来教会捡菜、洗菜、切菜。礼拜六时阵，搁提早来料理。咱咧一路行来，为了要控制菜量甲费用，咱加上咧中间有跌跌撞撞，无共款的声音来出现。但是咱看到咱的长辈一边食，一边有笑容的时阵，咱老爱食的兄弟姊妹愈来愈多，咱好使同工好较有愿意牺牲奉献来投入。这中间感谢主有做兄弟姊妹感动奉献金钱，凡都相信，咱这兄弟姊妹毋是为贪食饭，而是贪食迄碗面留落来，是因为有上帝听伫咱的中间。当咱正人出钱，咱正人出力，咱流汗来准备咱三天的时阵，我们共同料理出来了。这个是一个爱宴，是什么爱宴？天国的爱宴。安尼的结果，安尼水的画面，决断毋是咱当初咧讨论的时阵，咱看会到，咱想会到的。感谢主的恩典，安尼咱建成的教会有幸福无？有。咱才说声有幸福无？有。我今日有讲较长，因为愈写愈多。3更半暝，信心叫我愈写愈多感谢主，咱咧在做个同工多谢有因的付出，尤其咱看到阿娇，伫敬会长老遐，伊做事阿娇，也是咱摒啥阿娇。顶礼拜要煮饭，用传道我5点就要来煮饭，礼拜天5点就来煮饭，因为我6点要搁别位所在要搁摒啥。看到听心哇，真艰苦。那真感动，真艰苦，不是真艰苦，真真感动。今日一早起，伊嘛是共款警卫长老有寡物件，足早来，伊袂过早做时，把物件放伫我的乌托邦顶面。在座咱的兄弟姊妹，咱建成进行一年来，咱建成教会的大代志。其实还佫真多。无管是咱拜三下经祈祷会，还是咱拜6的真理班，还是咱每日团契，还是咱篮球队，
咱敬拜团，咱组织会，啊有真侪咱兄弟姊妹中间发生真侪真水的变数，咱都有想过，我要一项一项讲，我来叫姊妹长老要准备按着。相信未来一年，就是咱建成教会社教70周年，咱要继续建成什么？看到信心伫咱建成教会咧动工，建成教会卡呀甲记号伫咱建成教会。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你愿意投入，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个人的家庭。迄时咱有较侪人会见证来讲，真正有上帝，有上帝伫建成。今日是庆祝父亲节，特别的感恩礼拜。我再一遍感谢咱社区音乐处的好主编，咱的乡亲，甲咱做伙来敬拜。上帝透过今日，互咱每一个人有真大的秘密。虽然咱伫世上无一个人会来决定咱生命的长度，连咱外在的身躯啊，因为时间的拖磨、时间的关系，互咱慢慢啊愈来愈无元气。所以年轻人，当你看着你父母亲越来越年迈的时候，你要有耐心一点，你不要觉得他慢，你不要嫌他烦。这是人的限制，嘛是咱拢一定爱行迄条路，就是死亡。但是今日讲，圣经怎有讲？只要咱还阁有活命，咱还有一口气的时阵，咱就毋慢。就是现在，咱都要邀请咱做伙来悔改。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安尼讲：咱若认咱的罪，伊是真实公义，要赦免咱的罪，洗除咱拢总的不义。约翰一书1章9节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咱年轻，咱免累积。虽然咱外体会一天一天来败坏，但是咱的内心会日日来换新，因为咱已经超出着创造修饰生命源头的上帝，得到永远活命的水。当心来祈祷。特别上帝愿意帮助阮每一个在座的爸爸，伫阮世间的年岁有偌侪时阵，上帝你同在快乐共款有遐尼多。啊，帮助阮建成教会正兄弟姊妹卫生教会服侍，但是必须三听。纷纷读经祈祷，相信当咱安尼去行的时阵，上帝啊，你就互阮经历满满的恩典、主爱、哪服侍、哪甘甜，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